曾經因為搬遷更改勞動合同而先後2次觸發全廠工人罷工嘅番禺利德鞋廠，資方喺罷工壓力之下，曾經答應工人嘅訴求。不過工人復工約4個月，資方仍然一直拖住唔處理。至周一，全廠工人再度集體罷工，要求重啟勞資談判。另外，亦都抗議警方周日嘅武力鎮壓。利德鞋廠超過100名嘅工人就話喺酒家舉行會議，商討下一步嘅維權行動，但係受到約100名嘅警察闖入阻止。廣東勞工維權人士劉少明就話，當局動員警力對工人嘅維權行動進行打壓，驅趕期間雙方發生咗肢體推撞，數十名嘅工人受咗輕傷。本來工人他們自己開會啊，自己選舉代表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直接打人抓人啊，這個已經非常非常不對了。對這個政府和資方已經不信任的話，又引發工人重新選舉代表出來抗爭，橫幅已經打出來了，但是不是很激烈，只是給執政方的一個壓力。協助工人維權嘅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嘅工作人員孟涵對本台記者表示，警方嘅鎮壓過程當中，將佢同埋幾名嘅工人代表捉走，扣押咗約4個鐘頭。他不喜歡我們聚集在一起以會議的形式，就是進行干擾了。首先是先把我帶走之後，後來又驅趕工人，都是這樣的行為了。前2天是關了8個小時，這是第2次了。大概半夜的時候，我們緊急的做了一個談判代表的一個選舉。今天是立德2700多工人全場大罷工，到目前為止在持續。19名嘅工人代表周一到南村鎮政府進行談判，就算資方冇派出代表，工人代表亦都向相關嘅部門領導表達咗工人嘅訴求，包括本月底前公布安置方案以及補發工齡補償金、處理住房公積金，亦都要求喺5月底之前同唔願意跟隨到南沙新廠房工作嘅員工辦理好離職嘅手續等等。廣東勞工維權人士劉少明又指出，目前唔少嘅廠遷往去東南亞國家，以及一啲無良僱主利用法律嘅灰色地帶，刻意苛扣工人嘅福利待遇之後，大陸出現嘅勞資糾紛越嚟越多，相信未來仍然會爆發更加多嘅工潮。因為這件事情不單單整整是一個資方的問題和勞資糾紛的問題了，這是整整是一個社會問題了。跟你講，因為整個珠三角乃至全中國的話，勞資糾紛將來越來越嚴重。特別是一些無良資方拖欠社保、拖欠那個住房公積金、拖欠中國法律給予的一切這個工人的這個福利待遇，在近段時間將會爆發出非常非常強烈的那個罷工潮啊，或者是工人訴求的這種潮。呢個已經係自舊年嘅8月起，利德鞋廠工人第3度嘅罷工。本台向利德鞋廠了解，但係辦公室嘅接線人員拒絕作出回應。我不知道。網上面嘅資料。利德鞋廠係一家台資企業，喺番禺設廠已經有超過20年嘅時間。2002年曾經獲得廣州市評為市內台資企業10大出口嘅大戶，同埋10大嘅納稅大戶。自由亞洲電台文宇晴報道。高瑜被判刑之後，代表律師星期一向北京市第1看守所預約會見，將會喺星期2下晝同高瑜會面，商討上訴嘅事。此外，網上傳出星期日天安門靜默集會聲援高瑜，高瑜嘅家屬隨即被監控。高瑜嘅細佬星期一表示，尋日朝頭早北京市公安局去到佢屋企同高瑜個仔趙萌屋企，表示呢幾日會實行監控。警方喺佢屋企門外停咗部警車，裡面坐咗3個警察，經過佢力爭，改為停泊一部私家車同3個便衣。佢外出去到邊都要坐嗰部私家車同埋由便衣跟隨，但係直至尋晚可能冇事發生，警方已經撤走。佢曾經問警方點解要監控佢哋，執行任務嘅警察話佢唔清楚，只係奉上級命令。其後朋友話俾佢知，可能同網上傳出天安門將會有集會活動。執行任務的人不知道，後來呢，朋友轉告我呢，是因為天安門呢，可能有些人這個網上，這個發布的消息，來到天安門去靜默集會，可能是不是這個原因？我分析，我估計是嘛，晚上就撤了嘛。超過100個大陸公民喺網上參與與高瑜同罪嘅聯署活動。參與聯署嘅廣州前維權律師劉士輝指出，高瑜被判罪明顯係政治陷害。由判決書睇嚟，高瑜並唔係明知呢份文件係泄密嘅文件，
如果佢處於唔明知嘅狀態底下，並唔構成犯罪。另外，呢個9號文件七不講係黨嘅文件，黨中央嘅決議點能夠話係機密？大陸有幾間媒體亦都披露過9號文件，黨嘅機密同國家機密唔係同一概念。而且明鏡負責人曾經否認呢份文件係嚟自高瑜。判決書我看這樣子的，就是他並不明知這份材料是這個涉密的。那麼如果說他處於這個非明知的狀態下，即便退一萬步講，說這個文件真是這個機密的，那麼高瑜處於一種不明知的狀態下，也不構成犯罪，因為這個罪名的話呢，它必須是一種故意的狀態。北京市第3中級法院上個星期五喺微博公布判刑嘅消息，法院認為高瑜違反國家法律規定，為境外人員非法提供機密給國家秘密，佢嘅行為已經構成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被告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現年71歲嘅高瑜，舊年4月24日被羈留。新華網喺5月8日證實，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將高瑜刑事拘留。案件涉及前年8月某境外網站刊登嘅一份中央機密文件。同一日，中央電視台播出由警方提供嘅畫面，被遮住塊面嘅高瑜認罪。其後佢向律師表明，當時係受到壓力，佢堅持自己冇罪。案件喺同年嘅9月24日移交法院起訴，11月21日喺北京市第3中級法院一審唔公開開庭。紐約明鏡月刊喺前年8月曾經刊登中共中央9號文件，標題係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嘅通報，內容要求七不講。明鏡總編輯否認呢份文件嚟自高瑜，並且曾經向高瑜嘅律師提交證言證詞，但係唔被法院採納。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海南報道。喺航空港區馬莊村範圍內嘅林四街，星期六朝早遭到300名警察同施工人員開嚟推土機強拆，200幾名村民唔滿意政府未簽訂賣地合同而徵地，因而阻工。期間同對方發生爭執，繼而動武。本台星期一聯絡到馬莊村內一間商鋪負責人司徒女士接受本台訪問時話，佢當日未有到場觀看，但得悉阻工嘅都係手無寸鐵嘅男村民，佢哋不敵穿上迷彩服、戴有頭盔、持警棍嘅警察，約10人被打到手腳瘀青，最少5個村民被警方打至重傷入院，另外有3名村民被警方帶走，至今未放。對，還在商議的過程中。還是在商議，就是村民還沒簽名。沒有，可能發生衝突了吧？兩邊發生衝突了。送醫院呢？有聽過嗎？有人送醫院，還有被抓走了。據了解，馬莊村有上萬人口，原居民只有3000左右，其餘嘅都係外來租戶。前年地區政府以城鄉改造為由，向村民發出徵地通知，但遭到絕大部分村民反對。司徒女士話，面對村民反對聲音，政府不單未有擱置計劃，舊年開始更加有所動作，聘請大批保安喺村內流連聚集。而村民認為政府提出每平方米2000蚊嘅賠償額低於市價而拒絕。那他那村民肯定反對啦。為什麼要反對？你說一下吧。他一拆遷呢，他這蓋的樓房不是都是花100萬蓋的吧？花100萬蓋的，他包了可能賠償了不公平吧？就是這，有這回事。我聽外邊人說有這回事。他們說怎麼樣？他們怎麼樣說？他們不讓拆遷吧？他那村民不讓拆遷，他一拆遷，他這平常都是靠着收着房租過日子的，他這村民不是沒有地嘛，都是收房租。他這一拆遷，他都也沒有收入了，就是這，沒有收入來源呢。司徒女士話，村民拒絕賣地嘅主要原因係因為馬莊村鄰近航空港區工業園。包括大型工廠、富士康亦都設喺園區內。過去幾年都有大批工業園區工作嘅外省工需要外出租房，因此馬莊村村民頻頻喺宅基地上面加建單位，或者喺農地上修建出租屋，賺取可觀利潤。
面對村民嘅違規行動，政府一直未有出手制止，但直到前年，政府有鑒僭建混亂而決定整改，再加上航空港區工業園需要拓展，因而決定全面合併工業園區周遭10幾條城中村，為工業園騰出更多嘅土地空間，同時又可以整理社區面貌。村內另一店東梁女士話，拆遷行動已經喺村內進行近半年，而家已經拆去村內約30%嘅街道。大部分村民同租戶亦都已經搬離，剩低嘅多數係不滿賠償。有租房喺手嘅村民，今個月初政府徵地嘅態度更趨強硬，村民亦都曾經多次集體抗議，到處掛起反對橫額。說了1個月了，2個月了吧？那他不想拆遷，他說政府拆遷不是國家拆遷，是怎麼回事？不知情。我們商戶我們不清楚。但是很多行符拉起來就是了，對嗎？對，這我知道有。就拆遷一事，本台向區政府了解，接聽嘅職員話無法告知詳情。個別老百姓呢，聽說有一些衝突，但是衝突情況我不是很清楚。本台致電馬莊村村委會，但電話一直冇人聽。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林靜報道。